高參就職8日，美國商務部長魯特尼克唔去拆關稅炸彈，反而去台積電主持第3座晶片廠動土儀式，為台積電嘅美國笑話遮醜。世界晶片業巨頭台積電公布最新年報，台積電南京工廠一年大賺近260億新台幣，領跑全球工廠，幾乎一廠救全家。台積電亞歐北美工廠全線虧損。美國亞利桑那州台積電更加創下歷史最大虧損143億，連虧4年，共計唔見超過800億新台幣。究竟係中國工廠太勇猛，定係美國再工業化太敗家呢？中國台積電工廠呢啲咪叫做一廠養全家咯？台積電成日信埋晒鬼佬經濟算命師，話咩要去風險化、分散投資，搬去日本成日驚地震，搬去德國成日叫停電，搬去美國連粒沙都未見到影。所謂分散投資根本就係俾班西方政客輪流詐騙，明明靠中國廠房就可以供貨俾全球客戶，而家多隻香爐多隻鬼，仲要全部都係窮鬼，賺錢就無能為力，蝕錢係異常積極。台積電話中國工廠生產嘅都係低端芯片，但係就係靠中國人 OT 趕貨賺錢俾西方保護費，用中國人賺嘅錢嚟玩同中國脫鈎，想玩食碗面反碗底呢招。台積電同美國呢隻吸血鬼比，差咗幾十個亞利桑那州，使咗成千億。美國工廠就好似一個無底洞，要將台積電呢咗神山夾生變成美積電。等我哋睇睇由拜登玩到侵侵，呢4年美積電點解可以虧損咁多呢？ Welcome to Arizona， 呢度就係偉大嘅侵侵大帝夢寐以求嘅美積電。What？ 點解開廠4年一粒晶片都整唔到出嚟？ Of course， 呢啲就係我哋美國效率。揾土著土撥鼠做環保調查要半年，由加州運美國產水泥要半年，請剩小眾員工又要半年，越拖越耐，台積電呢條肉心先會源源不斷交保護費㗎嘛，細路仔先至做選擇，美國佬咩都要，我哋唔止搶佢哋啲錢，仲搶佢哋啲人，所有高級工程師都要連一家大細嚟美國做人質，有我哋嘅 good boy 小賴配合，咩護台神山，咪又係我哋美國佬嘅自助餐。台積電年報說明，中國嘅完善製造業同龐大市場喺全球範圍無可取替。所謂替代方案，根本就係同時代作對損人不利己嘅盲目行為。美國威脅企業去美國設廠，本質上暴露自身對綜合國力嘅唔自信。蛋撻 TV，我哋下次見。